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 MyVice 呢個頻道，我係 Stephen。喺三個傻瓜入邊咧，有一個劇情令我印象好深。क्या होगा? हाँ? घर में फोटोग्राफर बन गया तो कम पैसे कमाऊंगा ना। घर छोटा होगा, गाड़ी छोटी होगी, और अब्बा मैं खुश रहूंगा। Farhan 咧，其實佢最想做咧就係呢個野生嘅動物攝影師啦。咁但係父母咧就認為咧工程師先係最有前途，咁先可以咧就得到一個穩定嘅人生。咁所以咧佢就選擇咗讀一個咧就唔係自己夢想嘅學科。咁睇到呢一度啦，咁其實我一路都思考一個問題。嗱，如果父母咧即係為咗佢哋嘅仔女好，咁點解有時佢哋嘅仔女咧反而會越嚟越迷失自己嘅咧？嗱，今日咧我就想從呢個教育心理學咧同大家一齊思考呢個問題。嗱，父母同佢哋嘅仔女點解對成功嘅理解可以差咁遠嘅咧？嗱，我覺得好多時咧就唔係話因為邊個啱邊個錯嗰個問題，而係大家咧對幸福本來就係有唔同嘅定義啊。嗱，有啲人啊追求穩定啦，有啲人咧就更加重視呢個創造力，有人咧就希望創業，有人咧就希望份工有意義多過收入。其實冇一種人生一定比另一種人生更加成功噶。咁真正唔同嘅咧，係每一個人對幸福咧都有自己嘅定義。咁但係點解父母同小朋友嘅諗法可以差咁遠嘅咧？嗱，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大家咧都成長喺唔同嘅年代噶嘛。今日嘅世界已經同以前好唔同啦。AI 不斷喺度改變工作模式，新工種又不斷出現。以前一份工可能可以做30年啦，但係今日冇人知道10年後呢個世界咧係真正需要啲乜嘢。咁換句話講，其實冇人可以肯定今日我哋認為最好嘅選擇10年後依然係最好噶，係咪？咁既然未來係充滿未知，咁教育真正重要嘅咧，會唔會唔再係幫小朋友揀一條路啊？而係培養佢，無論將來呢個世界係點變都好，你都要識得思考、判斷同埋選擇。嗱，所以咧，我開始係覺得啦，教育真正要問，未必係我要幫小朋友去決定成為一個點樣嘅人，而係我有冇能力慢慢陪佢咧，係揾到自己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咧？嗱，教育心理學咧有一個好重要嘅理論，中文咧就叫做自我決定理論。嗱，呢個理論咧係研究一個問題，一個人到底點樣咧先會有真正動力成長嘅先？研究發現啊，一個人真正可以持續成長咧，就唔係因為有人逼佢嘅，而係因為3種嘅心理咧係需要得到滿足。一個啊叫自主，另一個咧就係能力感，第3個咧就叫關係感。嗱，其中咧我覺得今日最值得講嘅咧就係自主啦。嗱，點解自主咁重要啊？因為人生咧唔會有人永遠話俾你聽個答案嘅。嗱，所謂自主咧就唔係話你想做乜就做乜啦，而係咧當你做一個選擇，而你知道呢個決定咧係自己真心想要，就唔係有人幫你去做決定嘅，並且咧係願意承擔呢個選擇帶嚟嘅結果。嗱，因為人生本來就係冇標準答案噶啦，教育真正想培養嘅咧，唔係一個永遠答啱答案嘅人，而係一個即使冇標準答案都好，依然係識得思考、識得判斷同埋願意承擔自己選擇嘅人。如果教育真正嘅目的唔係幫小朋友安排人生，而係培養一個有能力思考自己人生嘅人，喂，咁父母可以點做啊？心理學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佢就叫做鷹架理論。嗱，心理學家咧就認為教育咧就唔係幫小朋友完成晒所有嘢，而係小朋友咧仲未做到嘅時候咧就提供一啲適當嘅支持。咁等到咧佢哋慢慢有能力之後咧就再一步一步去放手啦。咁就好似教小朋友踩單車咁啦，一開頭父母梗係會扶住車尾噶。咁但係真正嘅目標咧就唔係要扶住佢過一世噶嘛，而係有一日就算你放手，佢都可以自己踩嘅。教育其實咪又係一樣，真正重要嘅咧唔係父母永遠幫小朋友落決定啊，而係慢慢培養佢有能力咧係為自己咧去作出決定嘅。嗱，例如啦，小朋友同你講，
我想做 YouTuber。好多父母第一個反應就係唔得，咁養唔到自己嘅，冇前途嘅，係咪啊？咁但係如果你直接否定佢，咁小朋友學到啲乜嘢啊？咪淨係聽答案咯，係咪啊？咁不如你試下改問啦。啊，點解你想做嘅？其實你有冇了解過呢個行業噶？咁你會發現咧，父母係冇直接俾答案嘅噃，佢係一路陪住小朋友思考。嗱，其實真正嘅教育咧就唔係幫小朋友準備答案，而係培養佢有能力自己咧係去揾答案嘅。咁第二個咧，我想俾一啲建議家長嘅咧就係稱讚思考，而唔係稱讚個結果。嗱，好多父母咧最容易忽略嘅咧就係稱讚嘅方式。嗱，如果父母每一次都淨係同小朋友講，啊，你今次咧考95分喎，好叻仔喎，咁個小朋友慢慢就會覺得，啊，係咪我考得好先值得被稱讚、被欣賞啊？但係如果你稱讚嘅係，我見你今日咧好努力，你分析咧每一題都分析得好仔細，啊，我好欣賞咧你學習過程入邊咧就冇因為一次失敗就放棄。嗱，呢個時候咧，小朋友開始建立到嘅咧就唔再係我要證明自己啦，而係咧我相信自己咧都可以一路成長嘅。咁所以父母真正嘅角色啦，未必係我哋所謂人生嘅設計師啦，係更加似係一個教練。教練係唔會幫球員落場噶嘛，但係咧佢就會令到球員咧慢慢係有能力自己去完成呢個比賽。咁當小朋友需要方向嘅時候，你咪陪佢思考咯。當小朋友遇到困難，咪陪佢分析咯。當小朋友開始有能力嘅時候咧，咁你就慢慢放手。因為教育真正嘅目的咧，就唔係令到小朋友一世都依賴父母嘅答案，而係有一日，即使父母唔喺身邊，佢依然有能力思考自己嘅人生，並且咧為自己嘅選擇咧係負責嘅。咁好啦，接受教育嘅目的到底係乜啊？咁可能你會話係幫小朋友攞到好成績咯，入一間好學校，將來揾到一份好嘅工作。咁但係呢啲咧，其實都只係教育可能帶嚟嘅結果啫，唔一定係教育真正嘅目的㗎喎。真正嘅教育咧，就唔係幫小朋友去定義成功，而係幫小朋友咧慢慢建立一個屬於自己嘅價值觀啊！有能力思考，有能力去判斷，有勇氣去選擇，最後亦願意咧係為自己嘅人生負責。嗱，父母唔可能陪小朋友一世啦，亦冇人可以代替佢去做每一個人生嘅決定㗎。父母真正可以留俾小朋友嘅咧，唔係一個標準嘅答案，而係一種能力，係當人生冇標準答案嘅時候，佢依然可以思考自己，相信自己同埋選擇自己。因為世界一路都係變緊，唯一可以陪伴小朋友一世嘅咧，唔係父母，亦都唔係老師，而係佢思考人生嘅能力。教育真正希望培養嘅咧，唔係一個永遠跟隨標準答案嘅人，而係一個即使人生係冇標準答案，依然知道自己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。嗱，今集嘅內容咧就分享到呢一度啦。如果你都中意今集嘅內容咧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啦。如果你對今集嘅內容有唔同嘅睇法咧，歡迎都喺留言區同我分享㗎噃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